改牌先我諗住你坐牌。好啊好啊，使咩啊？喂，唔使咪。使唔使咪啊？唔使咪啦，坐度講啊，陣陣。啊，聽到啊嚇，聽到啊。哇！非常之高興能夠參加你個會啊！咁啊聽見話要講嘢嘅，梗係冇問題。我好留心聽每一個人同我講嘢啊！梗係冇。 1號阿來哥講嘢，啱啱咧，我好大感觸㗎，同佢咧就全部唱反調。你仲記唔記得來哥講過咩嘢啊？我復述一下你嚇，今日做情教師好慘，咁啊聽下佢點慘法啦嚇！原來坐隻船啲浪拋下拋下，翻轉頭咁啊叫做慘咯喎！曬啊！曬太死命。㗎！第二咧嚇，佢就話有廿幾個月咧就要退休啦咁講，幾好啊！啱啱。 30同佢唱反調啊！咁呢個主題咧就係叫講各位同學嘅近況。咁我話講啊，近況之中嘅近況啦嚇，冇遠咧咁多唔係講咁多啦。最近呢個月或者之後嘅近況，話你微博先知啊。我哋講1個禮拜前嘅近況，1個禮拜後嘅近況嚇，咁啊夠最近啦喎。咁我每年咧，我60歲就退休㗎啦，咁啊今年70歲嚇，都有關係。 咁我退休之後咧，我仍然做好多嘢嘅，喺電檢處啦，喺法庭啦，同埋每年咧嘅4月、5月、6月咧就考試局做啦，考試季節啊嘛，我做文化科嘅助理試卷主席。咁啊經過4、5、6月之後咧，好即係個壓力好大，考試局發生啲咩事你知㗎啦，好大好大，錯啲咁多咧就要人頭落地㗎啦，所以完全真係可以講得話零錯誤嘅。 每一次考試咧，我比較你哋早個半鐘頭翻到去嘅，樣樣要自己點清楚睇清楚嘅。老人家好仔細嘅，僥倖我真係未錯過，錯一次就以後唔使做㗎啦，啊用個撈以後你唔使撈㗎啦，都未錯過。咁啊經過4月、5月、6月之後咁緊張嘅關係咧，咁我話每年都係唔係今年嘅喎，咁一到6月中到咧我就走㗎啦，咁我就去英國，我有一個仔一個女，個仔係40歲，個女係38歲，個女喺美國。 做律師，個仔咧就喺英國做嘢，咁我去英國住下，喺嗰邊又自己住咁樣啦。今年啦，大爆炸，來哥慘啦，7大爆炸，咁又關我事。倫敦分為東倫敦、西倫敦、北倫敦、南倫敦4個行政區，我就去咗中倫敦嗰度，即係行街啊！一大爆炸咧，唔係我做兇手，封晒啲路啊，冇晒車冇晒路啊，完全啊！啊死啦，點翻屋企啊？ 只有一個辦法行啦，行就慘啦！你直線行都要好耐㗎，仲要即係打蛇餅咁樣行咧，封咗行第條路啦，再封咗行第條路啦，行3個鐘頭先得行到翻屋企，行到個頭先我講70歲咯，我已經唔係少㗎啦，我已經行3個鐘就行到翻嚟，腳都軟咗，咁你以為咧事過境遷㗎啦？7、3、21，7月7號大爆炸就死咗38人。 香港都知㗎啦，7月21第2次大爆炸，就英國警察開8槍打死嗰個巴西青年啊嘛！嗰日我又去街，又去買餸啊！你買餸搭地鐵去買，第一次去行街抵死嘅，去東倫敦嗰度，Central London 嗰度行街咁樣。第二次就真係為家庭事啦、公事啦，去買餸，我記得買梳蕉、買隻雞、買啲豬肉，就買埋啲雞蛋咁，仲用個背囊嘅，唔係稱住，稱住仲冇命啊！一定要背囊孭住翻嚟㗎，搭地鐵去嘅。 以後冇車翻，唉，孭住嗰個背囊行嘅氣都咳，咁啊翻行咗關咗2個幾鐘頭啫，買餸近啲，行街就遠啲。第一次7就行咗3個幾鐘頭，第二次咧7月21咧行咗2個鐘頭，翻到屋企氣都喘。我個仔問阿爸：你點翻得嚟㗎？我翻到嚟都點翻嚟啊？行路翻嚟咯。唉，陰公啊真係黑過墨汁，咁啊以為佢咪都過晒佢啦，咪走啦喎。啊，點知咩？ 拎嗰啲旅行袋啦，拎嗰啲篋啊，去到希斯路機場，罷工啊！英航大罷工啊！所有都冇飛機去任務，長程、短程乜飛機都冇，總之英航就冇啦。我話搭英航啊，咁啊點解呢行李翻唔到轉頭啊？好遠㗎嘛，希斯路嚟我屋企，啊搭地鐵都2個鐘頭，根本你要翻嚟又早啲車錢啊嘛。瞓街啦，知啊！一世人第一次啊瞓，即係瞓
瞓機場嗰啲，唔係瞓街嗰啲㗎，即係瞓喺機場第一次真係瞓候機室度啦，唔係候機室個大堂啊，咁就候機室得㗎，瞓滿晒人啊！被鋪咧俾足夠你，水足夠，三文治食到你唔食為止，好招呼。不過唯一一定要瞓地下啫，一瞓咗成晚，我哋一有機就走都走唔切啦，你要等機有位又走咗咧，走咗疏散啲人啊嘛。啊，結果僥倖咧，我都等咗20小時，等咗1晚啫，瞓咗1晚機場啫。啊，咁啊翻嚟啦，總之就黑過墨汁。啊，咁你話阿來哥講個慘字咧，同我哋去旅行啊，我探親探仔啊，我都未試過行3個鐘頭翻屋企。你呢啲咁嘅情況啦，我周時經歷。好啦，咁啊過去1個禮拜嘅，過去即係近期啦。之後1個禮拜你就知，咁啊之後咧就9月1號啦。嚇，今日就8月20號，10日之後就9月1號咯喎。咁我就東山復出。好，點30歲咯喎，又就嚟呢句啦。仲有人請咁啊！即係我身份好特殊，我就翻香港華人教書。就唔係好似你哋嗰啲即係正規嘅先生啊！你睇呢個教30幾堂啊，壓力好大啊！我教12堂嘅啫，即係教2班嘅啫，每班就14個人嘅啫。嚇，你通常班都係40個人㗎啦，唔係正經班，羅底撐班正式，正式羅真咁班。正常班咧，譬如喺佢嗰班40人嘅，就抽幾個最曳嘅出嚟。嚇，喺佢嗰班就抽幾個7、1、14，佢嗰班抽7個。咁40個唔係個咁叻㗎，抽7個出嚟，佢班抽出嚟，咁啊2班抽咧就14個出嚟咧，就俾我教，咁啊教嗰啲咧就教12堂，6堂一班，2班即係4班㗎咯喎，7個咯喎，2班12喎，即係24，即係12㗎咯喎，咁啊教2班12堂嘅啫，唔使做班主任，唔使行政，唔使開會，唔使問乜嘢都唔使，淨係教書。所以咧就係咁嘅，就係嗰啲薪水係邊個俾嘅咧？就學校俾嘅，你嘅薪水係政府俾嘅，政府錢嚟嗰個。咁就話好多你唔話，譬如講來講去70歲，你70歲邊有人請你㗎？你點出糧啊？咁啊，唔係政府錢啊，唔係你哋市民錢啊，係嗰啲學校嘅，有啲佢有啲學校基金㗎嘛，就中文請2個，英文請2個，數學請2個，就所謂小班教學啦，即係有啲咁樣嘅人。所以嗰啲大學校咧就比較似普通話，你哋教40個我都覺得好慘㗎。就算你抽7個出嚟，我33個都慘啦。唔係嘅，其實我哋今年有啲班，譬如而家我跟住有班科師咧，佢係42個。咪就42個添啊！我教14個嘅啫，教2班個。肯定有進步呢14個。咁啊，應該有啲嘅，一個照顧14個，係嘛？佢香港環咧就請2個中文、2個英文、2個數學咁樣嘅，咁啊即係俾好多錢嘅。即係佢有啲咩咧？有啲人捐錢出嚟㗎嘛！啲大學好多基金㗎，大把基金㗎。有啲人捐譬如啲置地啊咁樣，就講定捐股票啊。我捐出嚟咧唔準賣嘅，學校咪一路嗰啲即係生股仔咯，收完咗幾萬股咧就唔賣得嘅啫。嗰啲校產學校嘅產業，所以啲大學校咧好多錢嘅。咁我個過去就咁，希望咧以後咧就唔好咁黑嘅啫。即係講出嚟咧，即係人生嘅幾廿歲人，我第一次瞓地下啫。因為任過不過大班唔好，唔係自己咁樣。唔係好黑啫喎講。你話咩曬命唔係曬命啊！真係我覺得真係好肉鬼酸酸啊，唔慣啊瞓嘅。不過啲被鋪啊，佢即係英行咧俾足你咁啊真。哇！陳 Sir 你有被鋪俾足你。係啊，三文治俾足你幾好啊！你唔係好慘啊？不得了唔係好慘啦，翻唔到嚟，唔知等幾時㗎嘛。我預先知道24個鐘頭我就唔緊要啊。可能等幾日㗎喎。佢啱英行罷工啊嘛。翻唔到咪繼續食免費三文治都幾好啊！食得2件就乜都飽㗎啦。成日望住英行嗰個牌啊，佢都仍然係紅牌啊，佢都冇夠死火啦。你覺得阿陳 Sir 咧中氣仲十足啊？係咪？係啊。係咪？咁我9月1號出嚟咧，再教書啊！70歲啦，好，我講嘅咁多啦。有問題，多謝晒，有問題。